Niantic 啱啱發佈了一項關於 PVP 的重磅消息。PVP 系統即將迎來一次徹底的重製更新。我相信呢個係 PVP 系統上線以來規模最大的更新。相信這次更新一定會讓遊戲更加有趣，更具競技性。以下是本次更新的主要變更。首先是關於傷害機制，傷害將在回合結束時結算，同時能量也會儲存。如果你的能量足夠，你可以在寶可夢倒下之前使用速力攻擊。呢個確保了戰鬥不會受到玩家網路操作的影響，並提高了能量獲取的預測性。其次是關於寶可夢交換機制，新系統將優先考慮寶可夢交換，而不是承受傷害。這意味着如果你交換了寶可夢，傷害將由新的寶可夢承受，而不是被交換的寶可夢。這有助於更準確地計算交換時機，使交換決策更加可靠。第三點是關於交換寶可夢的代價。當你的寶可夢瀕死或使用速力攻擊後，交換寶可夢不會消耗任何回合。但是，如果你在對手使用快速攻擊的過程中交換寶可夢，則會消耗一個回合。所以，交換寶可夢之前一定要三思。接下來是關於速力攻擊，新系統會優先考慮同一回合內的速力攻擊而非快速攻擊。這意味着像暗襲要害或咬碎這類能帶來增益或減益效果的招式，也會優先於對手在同一回合內使用的快速攻擊生效。第五項是角色切換界面，新系統會在速力攻擊即將結束時稍微提前切換角色。最後，是關於戰鬥斷線的問題，雙方玩家必須在戰鬥開始前連接，即使一方玩家停止回應，戰鬥也會繼續進行。以上就是這次更新的全部內容，我相信這些改動會為 PVP 玩家帶來更好的遊戲體驗。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，我們一起討論。謝謝。